后来这个中国统一促进会顶个月伫香港来举办活动，全场做伙唱中国的国歌，甲五星旗来敬礼。结果想袂到，台湾体育的小将张佑杰冇参加这场的活动，毋但违反着2项条例，恐惊1个月10万块的退休俸，嘛去用取消。 中国的国歌一响起，全场起立向5星旗致敬。司机阁发讲，翕一张全家福。中国统一促进会8月底伫香港举办活动，今嘛互人发现讲有袂少咱台湾的体育小将参加，启动了民族团圆的命运齿轮。 主动参加统战的活动，包括国民党前黄复兴党部主委、体育小将张佑杰，也有陆军专修班校友会理事长张成龙等，这体育军官拢总有出席。这件违反2项条例规定，恐惊会有1个月几十万这退休金无去。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。 今日日子，捌做过陆军司令的退役中将吴淑华，嘛要被批评去中国听训。当时管系统有掌握到这退将，拢是伫法定3年管制期了后才去中国的。就算无留下秘密问题，赶快被当作统战的样板。 当然，这个他的个人行为，应该要是被受到检视。那当然，我觉得最主要的，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国安法，那他到底有没有就是触犯到法律这条红线呢？我想，这个在法律上自有他，该办就办。在敌国的领土上来唱和敌国的政治主张，这是对于军人尊严最大的讽刺。 93军人节，身为退役的将领，却和这个红色警报一直弹，以身试法，真的是歹鬼带头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